以下節目將以 576P 寬幕輸出，敬請留意。你而家睇嘅係 Channel R 新聞資訊頻道。歡迎收睇國際新聞，我係 Sarah Pro。俄羅斯宣布準備建立一支專門部隊保護俄羅斯喺北極嘅利益。我哋有重大嘅利益喺北極度，所以我哋國家會安排軍事力量進駐。根據俄羅斯國安委文件嘅披露咧，北極咧係有好多嘅石油嘅。報告又表示，到2020年，北極將成為俄羅斯嘅主要能源基地。資料顯示，全球有1/4嘅能源蘊藏喺北極，引起俄國、加拿大、美國、丹麥、挪威嘅主權紛爭，但到目前為止，只有俄羅斯呢個國家喺北極宣示過主權。我哋嘅科學文件係證明北極領地係俄羅斯嘅最有力嘅證據。我哋結集緊相關嘅法律文件嚟到證明北極係我哋國家嘅，而呢一切都係會合乎係海事法嘅。另一方面就有好多人關注北極嘅未來發展。大家都知道北極有好多嘅紛爭，特別係有關石油同埋天然氣嘅。咁如果其他國家係去開採，我相信俄國就會用行政手段咧，係會嚟到干預啦。另一方面，俄國嘅國際關係專家有第二個意見。我認為咧，俄國係最好係避免同其他嘅國家係發生軍事嘅衝突嘅，係應該轉變佢哋嘅態度，喺合乎國際法嘅基礎之下咧，係同其他有爭議嘅國家一齊合作嚟到開採北極嘅一啲嘅資源啦。根據美國地質勘測局嘅估計，有關嘅石油可以俾全球使用3年，因為冰川融化，所以開採亦都容易咗。今次國際新聞報道完，歡迎留低意見。